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2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俊。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日高雄的轻便铁路列车和一个73岁骑奥多麦的负责人相撞，另外台铁边溪站嘛发生列车破落尾事故，加载无伤亡。今仔日和明仔载拢是好天烧热，要注意早暗的温差会较大。明仔载上北的车会开始变多，高公局建议早起9点进前就要出门。旅行社卖4暝5日去越南富国岛的行程，传出和当地旅行社超无好势，200多个旅客若要继续算，就要搁加纳2万多块。新闻头起先来看，今仔中昼高雄的轻便铁路列车，伫咧美术馆和美术东四路的路仔口，和一个73岁骑奥多麦的负责人相撞。好在在这个负责人送病院了后，身体是无啥物大问题。伫咧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个负责人敢若是伫咧红灯的时阵，佮骑奥多麦要正越，无拄好去和轻便铁路的列车相撞，头壳着伤。加在送病院检查治疗了后，是无啥物大问题。警方调查，双方拢无食酒，详细事故原因也该厘清。也若根据统计，今年各大轻便铁路已经发生7件相撞的事故。高捷公司表示，只要确定这事故是民众违规来造成的，拢会来讨赔偿。再来看今仔日台铁边溪站边溪线一台列车，伫咧岭卡到青洞之间的路段发生第3车厢破落尾事故，车身去一边，搁去卡到柜台。好在这车顶大约250个旅客当中无人受伤。台铁已经成立1级的应变中心，由运安会来调查发生的原因。这嘛是边溪线自从2007年7月以来头一件破落尾事故。列车无靠站，乘客就是行入列车，行向柜台。原来是这班边溪线416次列车，伫岭卡到青塘中间的路段，因为不明原因，第3车厢发生摆链。弧度大的时候，第3节的车厢的前轮2个都偏向于月台，偏向月台的时候，车厢有去摩擦到那个月台而已啊，只有冒那个白烟起来而已。9点多的时候，从火车站那边出来，到那个平交道那里的时候，开始出轨了。平交道前出轨，挖7、80公尺，有开接驳火车来临小火车站接到10分。当地民众看到黑车摆链的情形，讲当时车速无紧，不过因为车身去一边，去讲到柜台边仔的暗门头，造成规排拢落来。台铁已经派人抢修，警方也封锁现场，加载大约250名乘客无人受伤，拢放送到10分站。台铁的协助转盘车。仪表上旅客上下车完毕之后，司机员开车还没有出月台，就整辆列车第3辆就出轨，旅客差不多有200多个人。公务的、机务的，所有抢修人都到达现场，包括警务人员、车站人员都到现场。事故发生了后，台铁已经成立1级的应变中心，由运安会查明造成的原因，要等到调查完才有法度进行抢修。有估抢修时间大约需要4点钟。台铁讲，这摆事故是边溪线对107年7月以来头一摆火车摆链的事故。不过因为发生伫今年期间，伊阁是台铁民营化无偌久，也特别引人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初三冷气团有较减弱，是正温暖的好天气。敢若着爱注意，今仔日甲明仔载早暗可能会寒到10度以下，温差会真大。也若交通的部分，高公局预估明仔载初4开始会真侪上北的车辆，建议民众着爱伫咧早起9点进前就出门，也是爱行替代道路才袂塞车。将会初三天气好，不少人出门行村，苏花公路车流明显增加。高公局指出，各道有真侪所在开塞车，包含国际西里到保险、国三德山到中兴，也有公路南港系统到城到宜兰到平南这路段，其中公路上北宜兰到平南可能会塞到半暝。我们预估今天整日的交通量会是135百万车公里，国道5号
今天晚上北返的车流，我们预估到凌晨3点左右才会得到疏解。明天初4的部分呢，北返的车流量会非常的大。那如果要北上的民众建议早上9点前要出发。春节假期想要出门佚佗，要注意路况，也要注意天气。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回升，高雄以北甲东半部日时高温差不多29到23度。不过今日明仔2天拢因为辐射冷却影响，而且温差大。最低温的出现的地方是出现在新竹的峨眉，是只有3.3度的一个温度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辐射冷却作用的影响。那我们特别提醒，像是在台南以北、宜兰花莲以及金门的局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10度以下低温发生的机会。那甚至在竹苗地区，可能会有6度左右的一个低温出现哦。气象署指出，初3到初5日夜温差拢真大。另外，在落雨方面，到初4拢是大冷的好天气。下一摆东北季风会伫初7，到时阵北台湾天气会明显转凉。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期间4架农历塞车，长时间坐踮咧车顶是真熬，腰酸背痛。医师表示，依照全台湾各大休息站的分布，建议赛车经过3个休息站，还是经过1点钟，就应该停落来休困、行咧。若无这对腰是真伤，而且嘛较高的疲劳会洗身。车一台煞一台一直开入来，不过到这路口其实拢客掉咧，无法度叮当。正月初3中部气温回升，真侪人出来佚佗。下晡3点，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真侪人车也真多。有民众原定中昼对台北出发要去高雄，结果开3点钟，敢若到台中，赶紧找服务区休困行动一下。脊椎部分啊，哎呀，不舒服。它还有那个后脖子的部分，要固定一个姿势。对啊。就比较累一些吧，对我来讲是还好啦，主要是小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厕所吃东西比较麻烦一些。有骨科医师分析，台湾各大休困站甲服务站的距离，以时速100正做有适平均的车速。伊建议每3站也是每1点钟就要强制休困1摆，因为人的腰脊骨坐着比徛着的时阵压力大1.5倍。当我们人是直立的时候，假设它的压力是1分的话，当我们在坐着的时候是1.5倍。也就是说，你在长时间的久坐之后，腰部会非常不舒服，椎间盘压力会变大。最少，我建议就是1个小时要下来就要到1次。以国道1号路南为例，经过湖口到泰安拢无停，建议下13里就要休困，因为规车的人坐到上少已经86分钟啊。医师也建议，坐公车的人会使轮流开，安尼较袂伤到腰脊骨，行车的效率加车注意力拢会使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树林分局一个姓陈的警员，互人临检去查到有炸案非他命，伊嘛家己承认有食毒，互人移送地检署侦办。树林分局已经召开考绩会，决定家记2改大过，而且免职。诚信严谨，于今日凌晨30时，遭查获持有2级毒品安非他命，并坦承吸食。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于是记2大过处分，并报警警察局予以免职。树林分局表示，这个警员平常时上班拢真正常，无互人直管，说是知法犯法来食毒，除了甲移送地检署侦办，嘛追究相关人员的督导责任，而且嘛继续来追查这毒品的来源。另外，伫咧三峡市有民众初2下晡去老街长福桥咧行打，结果报岸边有人伫遐咧乌白放炮，害一个16岁查某囡仔耳仔砸着伤，甚至搁爱动手术来修复耳镜。目前警方正咧追查乌白放炮嫌犯，也因为迄个所在禁止放炮，这违规上当是会当罚到15万块。第一名车车团破文要找现场的人斗3工，因为因一家伙初1下晡到连接三峡老街长福桥佚佗，不过16岁小妹所向后后部射起来冲天炮炸伤倒去老伙，赶紧送医。经119救护人员到现场评估患者伤势，发现患者左耳有外伤，经处置后送往医院。至医院医生评估后，发现患者左耳膜有破裂的情形。我就觉得耳朵热热的，然后耳鸣应该有5-6层，就是觉得很瞎。才刚上桥没多久，一个乱飞的鞭炮，然后直接炸到我耳朵里。上起代志发生，伊幼员心惊惊，听力也受损，要经过手术治疗破去的耳膜。伫现场并严挂禁止放烟火标语，不过幼员有袂少打咧卖炮啊，要民众买来耍。
都是那个乐事啊，因为这边放鞭炮、放光过去烧起来了。这边受到上面是人受伤。清洁人员讲，这几天河堡全是炮的本数，也有人造成草埔盗火。警方表示，虽然下落情人目前无提过，不过这是社会禁止放炮的所在，已经在找找放炮的人。积极调阅商家的监视器，来找寻加害人。如果民众有接获相关的影像的话，也可以提供给警方这边。根据保地安会管理条例，违规放炮相关罚15万，诈伤人也犯刑法伤害罪。警方呼吁民众唔通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上难民有真侪难民的拉法市发动空袭，造成数十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嘛准备要对拉法发动地面战，受到国际反对。不过，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也是坚持要开战。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南部关口拉法市发动猛烈空袭。加沙卫生部12将这攻击的罹难人数上修到将近100人。以色列军队是宣布营救出2名男性人质，分别是70岁哈尔甲60岁马曼，已经送去以色列中部的便衣检查甲亲人团圆。Most importantly, they are surrounded by the family now, and the family that they haven't seen for the 128 days. Please be serious and strike a deal. 拉法市是加沙走廊南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开战以来，真侪民众一路向南逃，这已经是最后庇护的所在。目前当地组织140万人，超过加沙一半人口，人道困境危急。以色列军队准备对拉法也展开大规模地面战，彻底清除哈马斯。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拜登总统也打电话给纳坦雅胡，表示大部可信而且可行的保护百姓计划，民间目前行动。纳坦雅胡接受美国新闻电视专访，也表示在规划和百姓撤退到拉法北部清苦的区域，强调军事行动一定要行。Those who say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we enter Rafah are basically saying lose the war, keep Hamas there. 哈马斯12警告以色列对拉法的地面进攻会破坏未来经济交换谈判。加上卫生部统计，去年10月到即马，以色列攻击已经造成28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拢是芬兰人甲囡仔。公司新闻是非常平息。北欧的芬兰举行总统大选，落尾是前总理史塔布以51.4%得票率赢过对手。史塔布嘛算是会加强和北约等等的组织来合作，而且嘛重视国防甲支持乌克兰。芬兰总统选举的结果确定，国家联合党籍亲欧洲路线的前总理史塔布以51.4%得票率赢，代表芬兰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伫咧过去几60年来，芬兰总统的主要职务是外交。特别是加边的国家俄罗斯的外交，也无加入军事联盟来缓解莫斯科加北约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即马规个拢转变。芬兰伫去年4月加入北约，史塔布明确表示，延续安全加国防优先对俄罗斯强硬的路线，而且伊也有加政府共同制定国防加安全政策的职权。Our defense spending is now this year roughly 2.3% of our GDP. We have a very strong defense. We're members of the EU and NATO, and of course, we have a fresh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伫大西洋迄边的美国共和党这位总统参选人川普10号对北约组织又个处公言，讲若是俄罗斯攻击无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成员国家，伊会乐观其成，再一遍引发争议。北京发声明谴责这种鼓励侵略的言论。拄则当选的史塔布是讲尊重美国的民主，因为芬兰一向是拢做好家己的本分。公司新闻是非常平息。镜头转来关心国内消息，真侪人伫咧过年选择出国去佚佗，不过即马煞传出有民众甲旅行社买4暝5日的行程，要去越南的富国岛。伫咧初一出发，结果咱的旅行社甲越南迄边的旅行社，敢若有消费救军，还这200外的旅客互人放生。若要继续参加行程，要继续佚佗，就要搁加纳2万外块。今仔日已经有10外的旅客起价家己先返来台湾。
旅客挂简单的行李陆续登来台湾，过年期间有人会安排出国旅游，不过有人对团到越南富国岛旅游，所发生互人听伫遐无人插的情形。当地的旅行社说，因为连带没有付他们钱，所以他要求我们要签一个720块的美金，那后面的行程才会照做，不然的话，他从第3天开始，他要把我们丢包。对团到富国岛，每人团费差不多5万。结果当地地接旅行社讲，因参加2代旅游无将钱付清，所以民众想要继续行程，要加付720美金，合台票差不多2万块。他的讲法呢，就是说什么月结，我们是讲的是1月31号就要付清过年的全部团款，过年没有再给你月结的。2月9号早上还在跟我讲，我要汇钱了，先汇一部分台币给你，剩下要领队带美金。我说你要先让我见到钱再来聊天吧。有要出团的旅客，烦恼拄到同款的情形，赶紧到2代旅游来问。业者是讲，甲当地对接的旅行社认知顶悬有落差。包括在当地的那些旅客，那代表年代旅游跟各位说声抱歉，回团是14号，我们约定是2月26号把团费结清。经过了澄清，才知道说彼此的在认知上或是沟通上有一些差异点啊。业者回息的局强调，目前双方达成共识，会以旅客权益优先，也负责已经登来台湾旅客付相关的费用。另外有旅客付720美金，会伫3到5天内退回，不过细节要参详。留下这些相关的支付证明，还有旅行社开立的收款相关证明，来提出就是旅游纠纷的一个协助的一个调解。观光署是指出，2代旅游甲当地几间地接旅行社有金钱纠纷，已经甲品保协会合作处理。另外，旅行社是不是勘察违规，也继续受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国内旅游的意外，有民众一口罩3个人去家己东州的受岛来观光，无先了解到海中的时间，结果3个人拢总受困伫咧沙洲，救援人员才赶紧来甲因救上岸。因也伫咧苗栗的3义，是有民众赛车载厝内人去游览，敢若是赛车赛到咧渡谷，煞去弄到路边的游客甲游览车，造成6个人受伤。3游客伫内海的沙坡顶面，一念毋是，提也毋是，因为通往花乡的路已经互冻起海水淹了了。消防单位接报了后，赶紧来救人。现场有2男，12岁以及50岁，1女年纪大约50岁，受困于沙洲中同时分队立即与海巡署人员协助涉水，将民众脱困。救援人员带3游客慢慢撩水行过来，将个车民众一家3个人到家己东州的有名景点受岛去佚佗，中昼要转来时阵才发现海水已经冻起来，而且水串流，唔知影这水深，又搁带一个12岁囡仔，唔敢落水行过来，只好通报要求协助。因为我们其实看不到深，但是怕踩空。加在这海水中悬只有45公分的水深，只是虚惊一场。不过过年出来佚佗以外，唔拿一站。中昼地苗栗3义火车站头前的路口，54岁姓区的查甫人开车载厝内底人出来佚佗，先弄到要上游览车游客，又搁弄到游览车，那这车头拢弄歹去，也造成6名游客受伤。我唔知我很混乱呢，我第一次发生这样子。我们在等公车要去圣心车站，当下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直接掉在地板，然后结果我清醒之后，结果是车祸。受伤这6个人是大家小酒到店出来佚佗，爱看天气路的人，无想到拄到车祸，全部入去病院，也造成事故。这个司机讲家己是精神无好，独居才偏离大路。警方后续也调查造成事故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鹿港的狮头工艺保存者是顺营，原底是专门咧做广东狮，后来佮加入纸艺等等的技巧，创立鹿港花狮等等的风格。伫咧中华工艺展览馆，即马当咧展出是顺营的作品，互大家来看到传统的狮头出现多样的变化。野白的色水、立体的线路，这是狮头工艺老师施顺营所创立的鹿港花狮。施顺营为北角种的花面得到灵感，甲传统台湾狮加入面谱，佮有开喙花狮等等多变化的狮头。我讲传统的是讲敢按微微的嘛，我是把这一些纹路，我把它立体化，所以完全
几乎颠覆咱传统的做法。衫啊底色拍好了，头一个动作绝对要先对目睭先来，因为眼睛你不先把它画好，你没办法，你无法同佮伊对话，你知道。有40年做狮头经验的施顺英老师表示，目睭是狮头上重要的灵魂，西面会画王字，代表武艺高强的灵犀。狮头顶的八卦有定刷辟邪艺术。施老师的工艺水准真的是很不错。然后我们发现到鹿港的这个石头跟外地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拥有它的特色，色彩啊、造型啊，都有他自己很仔细揣摩的过程。今天看到的展览就是非常有过年很喜庆的感觉，颜色都非常的鲜艳好看。人狮是台湾喜庆活动常看到的民俗技艺，施顺英老师甲传统狮头加入新的创作，创立鹿港花狮的风格。这摆计共有22件作品伫中华工艺展览馆展出，希望互民众看到传统工艺无同的变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新闻工作者曾伟民有出版一本用全台文写的食谱，介绍20种台湾的料理，嘛有客家菜甲原住民的食食文化等等，而且佮用影片来教人安怎做煮食，嘛会当互大家学煮食兼学台语，推广正港的台湾味。罗葱仔煮、菜脯、干卵、参瓜米酒、辣椒云、虾油两面煎好酥香，好食的鸳鸯菜脯卵就完成啊！新闻工作者曾伟民出版全台文的食谱，就爱这味，用台文带大家做料理，哪学煮食，也哪学台语。咱华语就是讲传统咱台语煮食的这个动词，咱头拄仔讲的这个汤也好，还是沙也好，其实伊的这个煮的时间完全无共款，所以伫遮你就当了解讲，这个台语的煮食这个动词内底，都比华语的这个内涵包含了更较丰富。弯弯咸椒啊，红记记，这是咸甲青腌的咸椒鱼。曾伟民伫无瓦大海的南投大汉，细汉真罕伫食着鱼啊。食鱼啊，对伊来讲有真特别的感情。册当中的料理来自曾伟民细汉看人煮食的记忆，佮有家己煮食的经验。也因为伊爱本土语言，册当中的20道料理，拢会搭配一句相关的俗谚。这20项菜，无共款的这个台湾俗语，嘛有客家的俗语，嘛有原住民伊的这个料理等等啦，所以会当讲是真完整的一本册。嘛望讲是毋是会当用台语来引出，互咱所有本土语言会当共好啊？这本册唔但有文字，有插图，用手机啊扫 QR code， 每一道料理佮搭配1分钟的短影片教学。曾伟民讲，现主时短影音长咧时行，望这本册的短影音通车做一个范例，未来有更较侪台语文内容的短影音推出，最能推广台湾的语言甲文化。头晚仓记好旺，仓头仓尾马连丝。记者龚长随台北报道。今年法国7月就要举办巴黎奥运，伫咧巴黎已经有超过400档历史的银塔餐厅，趁去年疫情期间有赶紧来征收，希望舒适的环境、好食的料理，佮有欣赏奥运开幕仪式的好位置，会当吸引真大商机。这栋伫6楼重新装修52间餐厅内底，当看到巴黎圣母庙，互人赞叹的中建工程。即马这间超过400年历史的银塔餐厅，加地上馆楼，也加上好看光景的优势，要抢攻今年热天巴黎奥运的商机。We have a front row seat o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Olympics. It's a great privilege. 银塔餐厅是伫法国巴黎第5区，除了是米其林星级餐厅，历史真久，也会当看真水的美景以外，伊阁是2007年经典电影《料理之王》的灵感来源。这出上路上新碧卵开比菜捧出来时阵，特别吸引人。Il faut cuire le blanc d'œuf, mais pas le jaune d'œuf. C'est un plat assez et les gens quand ils viennent manger, et ça malheureusement je peux pas le dire. C'est le secret, voilà. 进前真侪年，银塔拢一直改造，捌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关18个月。去年8月装修了后，重新开幕，内底有开放式的厨房，服务生甲人客亲切直接。当然，店主希望巴黎奥运一日来，会当互人客享受甲以往无同的环境，伫比赛的热热气氛，互美味搁再加分。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明仔载，佮有未来3天气象。
北部地区10度至26度，中部地区9度至24度，南部地区11度至28度，东部地区13度至24度。一个有外岛地区11度至2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